1、2、3，正啦。最後運3、9、1、2，係。呢批車都係我哋最後嘅新開。記得3年前嘅時候，嗰一部976 FM 係240，之後影個719嘅858個版本入面，多咗呢批歐4元老級。與 PS 延遲嘅台北嘅低地台時咗，係啦，推到台北低地台快忠實。呢度2009年8月，呢班歐4嘅係得返首都客運，大概10架左右。大部分都係喺235掛牌，差別都係成賽路線，所以
私人飛。
突然一啲都唔到，我哋嗰啲紅豆去台北咯，嗰啲。
rồi sát thải em tạm biệt.